2026年8月24日每日靈修，在基督裏過豐盛的生命。652豐盛人生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，重壓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賜他資財、豐富、尊榮，以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握用，反有外人來握用。這是虛空，也是禍患。傳道書6章1至2節。小故事：一個視錢如命的守財奴把黃金藏在後園的一棵樹下，每周挖起來一次，對着黃金看上好幾個小時。一天，竊賊把金子挖走了，守財奴再來 raw value 看時，只見空洞一個，黃金全沒了，他放聲哀哭。鄰居都跑來看個究竟，然後其中一人問道：那些黃金你用了多少？守財奴哭得更大聲說：一點都沒有，我只是每周末來看他一次。那人說：黃金對你的作用既然是如此，以後每周你就乾脆來看這個洞吧，效果還不是一樣。默想：是貧是富，其實不在於有錢沒錢，乃在於是否會享受它、運用它。在默想中再次省思自己用錢的態度和規劃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是賜給我們豐盛生命的主。雖然我們不一定有很多的財富，但你的供應和恩典足夠我們使用，使我們身心靈都滿足。主啊，人活着的時候若是不能享受你所賜的恩典，再長壽也是沒有意義。人的生命不在乎長短，乃在乎質量。求主幫助我們，及時享受你賜給我們的恩福，善用你賜給我的一切，好好的侍奉你和服侍人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